大家好，距離上次講賺錢線已經過咗半年，今次呢條片就繼續講賺錢線。喺條片開始之前，不妨訂閱我嘅頻道，同埋喺呢條片下面留言就可以參加鎖匙扣抽獎。係咁，我哋即刻開始。大家平時搭巴士去機場嗰陣，班次係幾多分鐘一班呢？普遍都係大約30分鐘一班，密啲嘅應該都係15分鐘一班。但係呢條路線就幾乎係車接車，佢就係城巴 A21。呢條路線來往紅磡站同埋機場，喺赤鱲角機場啟用嗰陣投入服務。呢條路線主要服務彌敦道一帶同埋深旺道，即係海達同海麗嗰邊。深水清嘅觀眾應該都知呢條路線多客嘅原因係行彌敦道啦，仲有彌敦道酒店林立都令呢條路線有好多旅客搭。開線以嚟條走線基本上冇咩點變，所以啱落機嘅旅客一出機場就睇準 A21 上無錯㗎啦。同埋城巴機場快線本身就係收得貴啲，呢條 A21 都係收緊34個6，巴士公司就賺得盆滿缽滿。除咗服務由機場出嚟嘅旅客之外，2018年10月24日港珠澳大橋通車，喺內地出嚟嘅渣人民都係睇準 A21 搭。所以喺大橋嘅巴士站會見到 A21條隊特別多渣人民等上車，所以 A21 可以開到個位數班次，即使班次咁密都係成日爆滿。所以 A21 基本上係公認城巴最賺錢嘅機場快線。第二條路線青衣人應該唔陌生㗎啦，佢就係九巴42C。先將時間拉返去1986年。運輸署建議開辦一條來往長安同觀塘嘅路線，雖然之後因為觀塘嗰邊總站唔夠位而撤回，之後1990年再建議開辦呢條路線，最後1991年呢條42C 終於投入服務。呢條路線來往長坑同埋藍田站，左右兩邊就係青衣、葵涌同埋觀塘3個大區，中間就係特快嘅龍翔道。因為青衣、葵涌同觀塘3個區嘅流動都好大，同埋呢條路線主要服務嘅青衣南同青衣站嘅距離都唔細，價錢差唔多，仲有應該都冇人想喺港鐵度左轉右轉先出省㗎啦，所以青衣人寧願搭42C多過搭港鐵，又要行多10幾分鐘路，又要轉車先可以出省。一到繁忙時間唔係頂閘就係頂閘，雖然喺青衣會兜多啲路，但係呢條路線嘅客流都係非常大，大到運輸署喺2014 RPP 建議再開多一條路線分流。最後2015年九巴就開辦咗 X42C， 由長坑單向開往油塘。呢條路線喺2020年更加擴展到全日雙向服務，2023年再擴展到星期六日同公眾假期服務。呢條 X42C 淨係做青衣來往東九龍嘅生意，雖然喺插旗嘅青衣都江都正，但係為咗唔同42C 嘅行車時間差太遠， X42C 就會飛咗葵涌嗰段，直接上特快路段，所以兜路唔等於冇客，就係咁解。第三條路線就係傳說中嘅大流水 1A。呢條路線來往尖沙咀碼頭同埋中秀茂坪，行彌敦道、太子道西、太子道東、觀塘道，最後再上山去秀茂坪。一條流水線係指條路線喺好多個地方都有乘客上落，唔似其他路線主打一個地區去一個地區嘅單一服務範圍。因為流水線有好多種客源，所以流水線客量通常都比較高。呢條 1A 都唔例外，客源包括尖沙咀去彌敦道、彌敦道去太子道西同太子道東，仲有由秀茂坪出省嘅居民，所以呢條路線客量高企，幾乎全日都係10分鐘一班車。除咗多客之外，九巴都成日攞呢條路線開特別車型，三叉戟時期全港乃至全球第一架低地台巴士就係掛 1A 牌。呢條路線都有好多派車紀錄，例如 1A 係九巴第4條有冷氣巴士嘅路線，但係同時 1A 又係九巴全部路線裏面最後10條全冷嘅路線之一，即係熱狗全部退役之前 1A 係其中一條巴迷攞嚟影相嘅路線。
2021年 Anson Lo 生日，支持者集資喺 ATEN U1401 整全廣，跟住指定埋架巴士行呢條路線，都睇得出呢條路線嘅地位有幾高。最後一條路線係 89D， 呢條路線來往藍田站同烏溪沙站。89D， 仲有 89B、89C 都係主力服務成河東。首先都係講一講歷史先。為咗配合恆安邨入伙，九巴開辦 89C 來往恆安同埋觀塘翠屏道。之後越嚟越多屋邨入伙，89C 越嚟越多客。之後馬鞍山108區就嚟落成。九巴就喺1993年巴士路線發展計劃建議開辦 89D 來往馬鞍山108區同埋觀塘翠屏道，但係可想而知 89D 嘅走線會同 89C 平排，咁九巴就諗住犧牲 89C 換取開辦 89D， 但係 89D 本身就唔經石門，89C 轉凡士服務嘅話，石門就冇全日嘅直車去觀塘。最後九巴就留住 89C 嘅全日服務， 89D 就喺1993年先用凡士服務嘅形式開辦。雖然係咁，2年後呢條 89D 已經由凡士服務逐步提升到全日服務。不過 89C 要兜石門，令到馬鞍山人會想搭 89D 多過 89C， 所以 89C 嘅班次自然都密唔到去邊。不過 89D 嘅走線都唔係完美嘅，馬鞍山人開始唔滿意呢條路線要做埋黃泥頭來往東九龍同馬鞍山嘅功能，變相自己都多咗路，所以喺2014年 RPP 第一次建議 89D 唔再途經黃泥頭，換 83X 全日服務同延長到沙田站。最後喺2017年8月 83X 加強到全日服務同延長到水泉澳。咁馬鞍山來往黃泥頭呢？要知道如果 89D 全日撤出黃泥頭嘅話，馬鞍山來往黃泥頭就只可以搭長期供不應求嘅小巴，所以當時 89D 撤出黃泥頭嘅建議係撤回咗嘅。最後沙田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出手建議九巴開辦黃泥頭來往馬鞍山嘅路線，先喺2017年12月開辦 89S 來往烏溪沙站同水泉澳。89D 都終於可以拉直條線，唔再經黃泥頭。雖然 89D 嘅歷史篇幅有啲長，89D 喺走線直接咗之後，定線直接咗，更加可以快過鐵路。即使經歷咗馬鐵同屯馬開通，都無比九巴淘汰。繁忙時間仲做到個位數班次，相比同系列嘅 89B 同 89C， 因為同鐵路平排加埋九巴稀做。平均20分鐘一班，有住天淵之別，都屬於少數屯馬開通之後仲生存到嘅路線。咁今集就嚟到咁多，鍾意呢條片嘅觀眾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同埋打開小鈴鐺。想我講其他路線嘅觀眾記得喺留言區留低你嘅意見啦。係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